大家好，咁我而家就介紹009入邊嘅座椅調節。咁喺呢個主頁入邊呢，咁下面有啲快捷鍵嘅，咁有2個座椅。左邊呢個座椅呢，點一點入去就會見到有個通風同加熱，咁即係呢架車嘅前排同中排都有個通風功能，咁就可以實現喺個 mon 度都可以幫到後排操作。咁同埋有個座椅嘅按摩，咁所以意思係話前排同中排嘅座椅4個座椅都會有按摩嘅功能。咁呢度呢，就有個座椅嘅調節，意思係話可以4個座椅都可以獨立調節嘅。咁呢，呢度呢，就有第2張凳嘅，呢張凳呢，撳一撳入去之後，就會見到可以控制到後排嘅所有啲座椅功能，有個頭等獨享啦。跟住有個雙人專享、3人專享，一按復位，咁都可以安排埋後排嘅太陽簾開閂同埋個 mon， 同埋如果有人要去到第3排嘅話，咁我都喺呢度都可以撳到，方便第3排出入。